中溪桥是柳营科技园区甲串联东山重要的通勤道路，为了避免过去一落大雨，河面北中的虹桥，市府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，总共开1亿9000多万来改建提高牛底高停。市长委托相当的关心，伫当地议员陪同嘛到场听出干务局的简报，了解工程进度，而且改建以后，除了牛底加悬，长度甲宽度嘛同步增加，提升行车安全甲排水能力。平时柳营甲东山中间的这个交通要道吼，咱唔免阁行到这个西轨台线为遮去就为东山圣贤甲柳营中溪这边吼，实在是通行的这个道路是非常利便啦。所以唔只因为安尼，我唔只尽量希望讲中央补助地方的，虽然地方的自备款嘛真济，配合款嘛真济，爱7300万，但是那么是爱最近加了嘛是爱定出来，因为爱提供地方的较好的通行条件。改建工程当中，主体桥梁的结构伫10月初已经完成，目前剩2边引道的改建，预计今年底得当完工通车。但系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